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3日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中国用航太活动做理由，伫台湾北部西金航区下晡公布6点钟的航行警告，是要甲台湾公布有侦查。这6点钟可能要轻度火箭碎片。台中举办全国头一场平安9号演习，头一届甲战争时阵的灾害抢救力演练，连美国代表、外国媒体也拢来看。中国出现世界头一个感染 H3N8 禽流感病毒死亡案例，目前无人为何人的情形发生。医生也讲，这无代表日后会出现。交通部本地发布，受到中国回应，对16早起9点半开始，伫台北的飞航情报区进行航太活动，而且有位出警示区。这管制飞航的时间是27分钟。不过，根据中国福建海事局下晡发布的航行警告，讲16早起9点到下晡3点，伫东海部分水域可能会有这个火箭碎片落落来。交通部表示，目前掌握空运受影响的时间是无改变，不过水域部分，交通部也发布6点钟的航巡公告，提醒民众要特别注意。中国福建海事局13下晡发布上新的航行警告，4月16早起9点到下晡3点，伫东海部分水域会有火箭的残骸，禁止进入。时间到12回应咱国进行27分钟航太活动有出入。交通部经过查证了后，研判中国应该是考虑火箭残骸等对海上航行安全的影响，按时间排除。空运的部分，咱国已经有备案，会设对福冈飞航情报区。也跟这个福冈的飞航情报区已经有沟通了哈，就在27分钟的这时间，它会往南飞，就是脱离原来的航道往南飞，由台北情报区去接福冈的情报区。海域也一样哈，海域是航船布告也是今天晚上9点会发布。交通部行政署当地讨论，13暗会发布飞航通告、甲航巡报告，提醒空域甲海域的业者设别条路行。若敢是会取消航班，时间较晚才会知影。有一技术分析，以空运来讲，即个中国话管制区比2022年8月中国军演的范围还佫较大。经过台北飞航情报区重要的航点安保，遐个班机拢会受到影响。至少有8条航路封起来，差不多是往北拢无法度飞出去。上一次的它有设置一些这个禁航区它都稍微有留一些缝隙可能某些地方避开了航路，某些地方可以让我们航空器可以做一个转向可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次它的这个大概有8条在台湾北部非常重要的一个航路全部都已经挡到了前技师讲，以台北飞东京做例，西路行了后，差不多会增加半点钟的飞行时间。虽然延长的时间无算真久，不过就民航的角度来看，封锁的范围真大，真无正常。嘛毋是干影响台湾尔，附近国家的航班嘛会受到冲击。记者综合报道。中共的军事演练结束了后，也宣布16要伫咧台湾北部为禁航区，而且7大工业国集团 G7 的这个外交部长峰会，16拄好伫咧日本要举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会对越南坐飞行机飞来到日本参加，会经过飞行路线说，互中国划作是禁航区，这时机地点拢真敏感。有学者认为讲，中共为着要反制美国甲菲律宾的联合军演，伫台海为禁航区。目的就是要利用这非军事行为来制造含核冲突，未来才有可能真正发生。中共宽大军演结束，钓台行动无停。国防部13发布，精确攻击26架次，包括苏凯30战机、歼16战机、歼10战机等机型，其中有14架次飞过海峡中线。7只公舰出现台海，国军继续监控台海动态。尤其中共宣布16伫台湾北部围设禁航区，公布证实禁航区范围位伫咱国防空识别区，研判中共进行航太活动。专家分析，中共对外传达政治信息，形塑台海来害化。它是要展现给台湾看同时也让国际社会知道说，过多的支持台湾可能会遭到区域的一个不稳定的状况就会出现。未来当中，这可能会是一种常态，也就是说，中国不断的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去干扰台湾跟国际之间的连结。中共单方面伫咱国合管的台北飞航情报区用飞航禁令，这个区域拄好是国际航道。那7大工业国集团 G7 外长峰会16伫日本亲近泽举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迄天会为越南飞往日本参加。
经过这个禁航区，学者认为中共反制美菲军演，调降成员台海紧张局势，同时向国际展现有能力封锁台湾。原本禁航的时间是长3天，最后大大缩短只有27分钟。我甲解读，美国应该有介入观察。这个是象征意义比较大了哈。那既然是象征意义的话，还是以尽量不要引起其他国家不方便，甚至是引起其他国家还是会认为说中国是在破坏区域的和平和稳定为目标。选在这个时间点，或者说选在特定的地区，其实针对美国的这个部分也是蛮强硬的。所以我想美方适时的表达一下关切也是蛮合理的。没有办法指控我说我是这个一个军事的侵略或者军事的压力，但实际上来讲，我达到一个干扰的效果。尤其是他从原本宣布的时间又可以很缩短，那表示他基本上可以说有这个活动，但是他可以去弹性去调整。宋玉玲事件，中共操作无清楚地带冲突。无以军事演习为由威胁禁航区，未来可能会走向常态。因为非军事行动，当局处理需要准确力度，考验国安团队应变能力。记者综合报道。共款是中国影响，即中国的商务部长公告，针对台湾2455项商品，包括农产品、化工产品、纺织品等等，进行贸易调查。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经济部目前还未收到中国迄边的通知，关于伫无设任何前提情形之下，就无一协定迄个议题咧来甲中国协商。行政院的代志发言人罗秉成表示，无希望正常的贸易往来变做是工具化、政治化，也咱台湾的相关部会也做好回应。中国商务部10日向发新闻稿公告，就台湾2455项商品进行贸易比率调查，内容包括农产品、5款化工产品、甲纺织品等等。这个调查会持续9个月，上班按算伫明年1月10日结束。经济部表示，目前拢也无接到中国的通知。经济部的立场就是，经贸的往来应该要这个按照相关的规定来处理。那如果在不设前提之下，那这个中方要跟我们来磋商，我们也愿意来跟他做磋商。这个主要是他要不要来跟我们磋商的问题。中国这边实在不宜把贸易的议题复杂化、工具化乃至政治化来干扰两岸区域间的贸易往来，这个对我们两岸的交流没有帮助。针对中国商务部提出的比率调查，当中包括台湾2000多项商品。食品业烦恼讲，中国持续甲台湾销去中国的农产品甲食品卡空。也让五金扣件业者烦恼讲，中国后一步会取消 X 法来增加威胁。也让台湾纺织业平均每一年出口14派纺织品去中国，恐惊嘛受到冲击。过去这几年我台湾的这个贸易顺差，绝大部分来自于中国大陆，所以我们担心如果他也采取一些片面措施可能对台湾的经济就会相当的灼伤。他可能会开始去调查一些我们有他也有的东西，为什么我们不让他进来？也就由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觉得可以检视一下过去我们一直被认为单方面让利这件事情的一个问题症结啦。中国贸易比率调查结束的时间伫2024年总统大选的前一天，引起外界质疑讲，敢是要以经济来干扰政治？经济部贸易局表示，台湾已经批准9000多项中国的农工产品进口来台湾，中国不应该把贸易的议题变复杂、工具化，来干扰全球的经济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即马伫中国各类省拢逼出新型的 A 型流感，而且佫出现讲，伫咧中国有全世界头一个民众感染到 H3N8 禽流感病毒的死亡案例。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这全世界已经有3例感染病例通报，而且拢是伫中国，而且因也有接触过这鸟类。目前是还未发现讲有人喂互人的情形。不过，咱国内感染科医生就警告讲，所有的禽流感病毒将有可能会演变做人甲人互相烧话这个问题，千万是唔通大意。中国出现全球头一个人类感染 H3N8 禽流感死亡案例。世界卫生组织 WHO 顶日指出，个案是中国广东一名50多岁女性，今年2月因为感染 H3N8 禽流感病毒，出现严重肺炎症状，不幸在3月16日过身。那这位死亡个案本身其实也有一些潜藏的慢性疾病有受到这个疾病的影响。那另外也有这个3例的人类病例当中有1例是轻症。
咱国疫情指挥中心表示，目前全球通报 H3N8 禽流感，另类感染案例有3例拢伫中国，也拢有禽鸟接触史，好加在无人传人，也是家庭群聚案例。也毋过感染科医师警告，所有的禽流感病毒拢有可能演变做人传人，千万袂当疏忽。所有的禽流感，大概有好几百种禽流感，它都有可能会演变成人传人。这个禽流感在人类这样子不停的传染，你们都没有发现它，没有去控制它的时候，它会逐渐的适应人类细胞，然后才会变成有效的人传人。另外，新冠本土疫情顶礼拜中重症甲死亡病例数，拢甲前一礼拜差不多，社区处伫极度流行状况，所以后礼拜17起，公车捷运等大众运输会当免挂喙罨，只有医疗机构甲救护车需要强制挂喙罨。另外，大数型长照机构的住民甲访客若无症状，也毋免去体检。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真久无落雨，这农委会呢统计到4月12日，这2月、3月可花已经造成农业损失超过3亿啊！以南投县损失上较严重，损害的这个金额有上亿遐济。云林高溪草岭地区的咖啡农也同款受到影响，这收成的咖啡豆啊有一半是乌气变质的。也那伫台南山区的山野目前也开始要变大粒，需要甲压水。市政府是争取用上吊水车，对这新化虎头埤载水到山区设临时的载水点，提供予农民使用。希望讲这今年山野会当全部保掉咧。水库拢打起也是真需要雨水，农业嘛拢在拜托较紧降雨。农委会统计到13下晡5点，农产损失是3亿2995万，加上林产的损失1624万，加起来有3亿4619万。各县市的损害是以南投上济破亿，过来是嘉义县同款是超过1亿。损害上严重的作物是茶，咖啡嘛在内。这拢无效啦，这拢爱禁掉啊。咖啡豆啊被学开，农民发现讲一半都是歹去的黑豆啊，研发是上久无落雨造成。寒害跟水都有关系吧？冷又没有水喝，也果也季的，因为也剩咖啡季没熟啊。1、2月跟3月采收的所有的咖啡豆，看起来果实都是好的，可是我们脱皮脱壳之后呢，发现里面都50%以上都是不好的果实，而且都是黑豆。专家讲，咖啡果在发育的时阵欠雨水，会互咖啡籽缩起来，无法度发育完成，嘛互昆林高溪草岭地区的咖啡农受害。有农民讲，较早一摆是收2公吨的咖啡豆啊，这摆是降到剩500公斤，还有一半是黑豆啊。官府嘛有看到状况严重，强调会照行政定书向农委会申报天然灾害的救助，可能嘛影响到山野。伫台南的山区，即马山野当时结果的时阵，欠水恐惊互果子农辛苦规年，结果拢脑损。政府伫山区是设29个提水点，互因会当提来压，大概300栋，从因2个月一直到黄霜雨季。真关话啊吼，山野吼是抑个加减会大，要定理啊吼，抑个做大个水吼要再当压山野，你也一桶啊吼，这吼压头30丛啊。在温水嘛，供应梅仔含龙眼树仔来用，但是梅岭的梅仔伫清明节进前都是主要采收期，受到欠水的影响，结得果是真细粒。希望所有会当靠救命水保收成。记者综合报道。客运的车票将有可能会再起价哦。这公路总局证实讲，已经审议通过客运工会专联会的18项成本票价检讨案，会送去交通部审核。业者反映讲，除了这国际油价大起，疫情了后一直就欠卡手，加上劳动法规修改，人事成本一直增加。这若走底道的走一抓，等于就是了一抓。希望交通部会当同意这票价标准，搁再来甲有关。非通勤的尖峰时间，往回台北基隆的国道客运，要求袂少旅客伫排队。基隆客运伫站牌下骹打广告，为15开始调整9006公车车票的计价，以国家新城到科教馆做例，专票是66块，下起做76块。样样都在涨啊，客运也是要生存下去啊。10元嘛，对，10元就有比较有升的感觉。因为袂堪你油价甲人事费用成本加悬。公车客运工会专联会已经提出营运18项成本票价检讨案。业者指出，目前客运车票起价有上限，就算最近有袂少客运的业者拢在调整计价，不过佫较侪是已经起价上紧绷啊，无法度佫做调整，要是面临亏损。尤其是短途通勤，会当讲是开一班车就了一班。
98年到现在都没有调过，疫情之后这3年，所有东西都涨价，这个都调10%到15%之间的。全联会已经在3月22号的时候提报修正的计划，那我们公路总局已经在4月7号的时候提审议会审议通过。公路总局证实，4月初7已经开会审议，同意业者提出的检讨案。目前按程序报起哩交通部，无方便公开检讨案的内容。因若暂时会当以补贴业者，互车票卖起价，还未有上尾定案。记者综合报道。万项物件拢起价，干那你的薪水无起。这主计总处公布，今年1月到2月经常性薪水是45200块6块。虽然年增有2.39%，那甲这物价因素扣掉了后，实际经常性薪水是年减0.34%，是最近这10年来同期减上界值。新鲜的百所旁公民众拢是订几啊种的口味当齐买，只是最近2个月伫外继续去挖沙城，4月定价搁要起，业者经袂落去，无奈选择起价。去年3、4月已经陆陆续续在涨，这半年来是飙涨得更严重。之前也是尽量吸收也是没办法支撑。物价起袂停，民众薪水增加的幅度根本就袂着。主计总处公布112年1月至2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水平均是45206块，虽然比顶年同期增加0.39%，总薪水也增加2.74%，毋过除掉物价因素了后，实际经常性薪水年减0.34%。经过同期物价的2.74%的平减之后。那目前实质经常性薪资是减少了0.34%。事实上，目前国内的物价依然处伫高档3月 ，CPI 年增率2.35%，已经连续20个月冲破2%通膨警戒线，也互外界关注基本工资，咁就希望为目前的26004调整到28000。对此，劳动部长柯秉春在立地欢迎的表示会来拍拼。这一次的这个通膨虽然说还是在2%以上，大家比较没有注意到的是。那个生产者物价指数已经掉到0.57%，厂商开始有获利了。那因此接下来就是说转嫁的这种动机就越来越少。这幅度过大的话呢，那么会刺激通膨。这几年来已经调整了43%左右了所以企业实在是撑不住的。希望政府要能够体恤企业。大政又认为，基本工资当年调整已经互业者食袂消，尤其疫情拄过，时机前景无明。若真正要调悬基本工资，也无适合调整超过2%。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伫台中举办全国头一场的民安9号演习，而且台海局势当咧紧张。今年头一届甲这战争时阵的在海抢救演练立入去这回这个演练的目标，而且是占演练的70%。也无记者交通运输受到攻击情形，连美国代表甲外国媒体也拢到现场参观。轰炸声一直响，模拟的是敌军侵犯进行轰炸，大批救援人员出动，入到灾难现场，准备搜救掉着的伤患，刷过发生第2波的轰炸。另外一边是模拟中华王田供油中心互敌军攻击，消防人员安全抢救。另外，也有通信轰拍甲电变所轰攻击。三支顶交通中心轰攻击的有伤状况，13伫台中市登场的民安9号演习，头一摆重建式的灾害抢救纳入，各占整体演练的70%比例。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让敌人清楚的知道换台无法成功，才能够达到避免战争的目的。这摆演习现场除了有真侪间外国媒体来采访，担任指挥官台中市长罗秀燕也表示，最近美中关系紧张，台海局势也真紧张，国防部确实有邀请美国军官到场观摩。外逼的部分是由国防部邀请，那地方政府就是配合办理，所以我们了解有参加，但是相关的细节我们不便进一步的说明，也没有任何的评论。
罗秀燕强调，这款的演练是要强化咱国战时的防卫甲救援能力，参各单位的运作应变，希望会当准备着，唔免用着。那美国政官也罕见的告调观摩，显示高度重视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也密集观察台海区域局势的变化。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议题这期间变做是国际媒体焦点，正出名的通讯社、法新社最近也去到马祖了解外岛的状况。对马祖的渔民表示讲，除了军事演练以外，这中国渔船违法掠鱼掠过界，互因是真困扰。将钓回来鱼包好装箱，过去几年马祖渔民怨叹，因为中国渔船干扰，渔获量一直受影响。他们的越界捕鱼呢，这个是最对我们当地渔民跟百姓来讲是伤害是最大的，因为他们的越界很多都是拖网渔船，那他把我们的生态给破坏，然后把我们的渔业资源给掠夺。渔民讲到中国渔船的干扰动作，包括装设 LED 灯吸引鱼停过去，影响海洋食物链，使用炸鱼电鱼电危害生态的掠鱼方式，甚至也向台湾渔船弹石头，破坏马祖渔民的渔区甲渔网。它甚至会破坏我们的渔具、过渔网，所以对我们来讲说，这个伤害蛮大的。海巡署去年就赶走9000只非法外界掠鱼的中国渔船，不过对岸渔船竟伫暗时也出现，互海巡队维护赶到。几年前，马祖也互中国的抽沙船包围，数量大概100-200只，因伫马祖4个位海峡非法采沙，海底电缆几摆都安尼断去。If we ignore these sand dredgers, then we allow the destruction of our infrastructure or our fishing industries. However, if Taiwan responds to Chinese civilian vessels with military force, then it also gives China a pretext to escalate tensions. 法新社报道，中国渔船对马祖的干扰已经成做常态，互当地渔民真无奈，都惊有一天渔获无法度搁维持生活。公司新闻徐婉玲编译。各位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法国总统马克宏进前伫咧访问中国期间，捌表示讲，这欧洲就要避免加入去中国甲台湾的冲突，遂引起国际议论。落尾14伫咧荷兰访问时阵，伊煞解释讲，法国和欧洲伫台湾议题顶头立场是一致的，支持依持现状。就伫咧马克宏的言论引起国际议论的同时，咱台湾的数位部长唐凤受到邀请，用线顶的方式参与法国的国民议会听证会，也讲到台湾的遭遇毋是特殊案例，台湾的处境也毋是甲欧洲无关系。法国总统马克宏进前表态讲，欧洲爱避免因为台湾甲中国起冲突，无应该受到美国的牵连，引起国际上讨论的声音。结果12伫荷兰访问的时阵，马克宏解嘴啊。Position de la France et des Européens est la même sur Taïwan. Nous sommes pour le statu quo. Et elle est constante, cette politique, elle n'a pas changé. C'est la politique d'une seule Chine et la recherche d'un règlement pacifique de la question. 马克宏强调讲，欧洲无应该正做华府或者是北京的追随者。不过，就伫马克宏台海言论引起争议的时阵，法国国民议会邀请台湾的数位部长唐凤伫线顶参与听证会，分享对抗境外网络攻击的经验的时阵，嘛讲出台湾的遭遇，并唔是甲欧洲无关系。afin qu'ils affichent des messages malveillants. Malgré ces attaques contre notre démocratie, nous l'avons emporté. Alors il ne s'agit pas là d'un Audrey Tang by the National Assembly on issues of foreign interference and cybersecurity shows the depth of the Franco-Taiwanese relationship has actually increased in recent years to cover new issues and not only focus about cross-strait relations. This is about threats and sharing experiences. 学者分析，台湾甲法国之间的交流，伫这几年持续深化，其中议会外交是关键。咱媒体报道，有法国的外交官讲，马克宏认为台美蔡总统甲麦卡锡见面是一种欺负的行为，不过外交部是无安尼认为。我国与友邦以及理念相近国家强化交流，这都是我们的基本权利。我们也会积极拓展我们的国际空间，不会画地自限。 这不是对任何一方的挑衅。咱法国内部最近会有国会议员组团访问台湾，
驻法大使吴志忠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阵嘛表示，法国的舆论嘛拢表达对台湾的支持，钦佩台湾会当克服中国的威胁。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电子烟制造商酒后，互人指控讲用无正确的信息，向这少年家去买电子烟。12加6个州也个华府达成和解，会用这个美金4.662亿，未来也会这商品行销也受到严格限制。而且以上阶段的股东奥驰也宣布讲，这投资先暂停。美国工会单位也警告讲，这美国的少年家使用电子烟的情形正使人烦恼，可能会出现这公卫风险。美国电子烟制造商 Juul 正经被告违反州法，用假信息向未成年人行销电子烟产品，12达成和解协议，同意赔偿4.62亿美金，超过140亿台币，和华府甲纽约州等6州。This is the largest multi-state settlement with Juul and includes the most stringent restrictions on the company's marketing and sales to protect and to prevent minors from vaping. 电子烟和普通烟同款，有年可证未成年人使用恐惊影响认知发展，并造成呼吸和心血管伤害。美国各州控诉 Juul 想要用广告传达电子烟比烟草较袂食条的错误资讯，来吸引未成年人购买。不过，公司自2019年起取消多种产品，并停止大量广告。制造商讲，改变营销方式，买公司电子烟产品的18岁以下人口已經減95%。Juul not only didn't care, it actively tried to hide its truth from consumers. It lied about its efforts to combat youth smoking and to stop minors from buying its products. Just one pod of Juul contains as much nicotine as a whole pack of cigarettes. Juul 目前各地几内州有官司和公开调查。伊的上大股东马布分机制造商欧家，顶个月已经宣布放弃投资 Juul， 去年的股声价值嘛美金128亿，剩下剩2.5亿美金。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警告，美国青少年食电子烟的情况，同款使人忧心。去年10月的数据显示，大约255万的中学生，伫当年都食电子烟上少4个月，暴露出严重的公卫风险。公视新闻牛眼编译。长期以来受到鸟鼠影响的纽约市，即马要请一位专家要来消灭鸟鼠咯。纽约市长拜三宣布，聘用捌做过老师、真正伫学校做鸟鼠防治的科拉迪来牵头处理这鸟鼠的问题。伊的薪水大概是一年就要开台票473万。6只鸟鼠敢若当作无人伫遮，一直弄来弄去，民众是惊甲喊甲大细声。纽约的鸟鼠真歹是有名的，不管是餐厅、徛街、公园，四界拢会当看到。互居民是有够困扰，为着解决这个问题，纽约市长亚当斯12宣布讲，市府是请一个台鸟鼠沙防来。We are just really happy today to say that we have found our rat czar. There's a new sheriff in town. And with your help, we'll send those rats packing. 纽约市府去年是提出12万到17万美金，合台票是360万到520万的年薪，宣布讲要找做代志淡薄仔凶、敢若歹人的人来做台鸟鼠沙防。这几项真特别的救灾条件是引起克拉迪的注意。伊捌做过老师，嘛捌伫公立学校做鸟鼠防治的工课。With a strong focus on cutting off the food, water, and shelter rats need to survive, and ensure every New Yorker is prepared to take up this mantle in this fight. 新冠就人三趴火，克拉迪嘛宣布讲，要对曼哈顿北部的下林区开始，要加强检查、做限制，而且强化涂骹的部分，让当地变作鸟鼠的禁区。纽约市最近几冬看到鸟鼠的事件是愈来愈多，部分官员认为讲，疫情期间餐厅禁止伫内面食，伫户外食饭的人愈多，鸟鼠嘛对咧增加。2014年的一份研究，估计纽约市大约有200万只的鸟鼠。这几年无较明确的数字，但是估计应该搁较多。市长亚当斯是特别讨厌鸟鼠，伊就任的时阵就向鸟鼠来宣战，伊限制蛋粪素的时间，嘛推动尽量卖无采食米，避免去吃鸟鼠来。即马请台鸟鼠沙防，伫鸟鼠大战敢会成功，市民拢真期待。公视新闻齐婉玲编译。
来看2024年的法国巴黎奥运到比赛时间，还阁有1年外。不过，这周边商品却已经开始在炒话题啊。特别是吉祥红啊、福利吉，有人批评讲，这制造布红的过程有使用中国原料，却是甲写讲这是法国制造的，就算这过程合法，有关是引起众人议论。 工人是无用在做车布边仔工课，刷落来是甲成品做上尾调查。这是法国西部布列塔尼地区的拉盖尔蛇，负责的厂商是叫做豆豆，是专门做红衣绒布、七头米和细条面巾的业者。因即摆红选定做2024巴黎奥运吉祥物福利吉相关产品的供应商。 福利吉的造型是对福利吉啊无边帽仔来的，特色是规个搭伫头壳，帽仔上尖的所在对头前，代表法国大革命，带大家推翻帝制的玛丽安娜，和革命军将是拢戴这种帽仔，和这种帽仔变作法国代表性的标志。Ça a été nos Jeux Olympiques à nous pour pouvoir aujourd'hui fabriquer cette mascotte en France. 代表法国大革命的帽仔，正做法国办奥运的吉祥物，厂商自然会去强调法国制造，但事实上，制造福利吉的原料是对中国来的。公司的名听起来，搁敢若中国的公司，受到真侪批评。不过2024巴黎奥运品牌形象总监马蒂辛尼和制造商拢讲，无法度接受这种讲法。Les matières premières qui ne peuvent pas être produites en Europe. Pour des raisons de qualité, non pas qu'on ne sait pas faire, c'est parce que les normes de sécurité et la qualité imposée par un jouet en peluche en résistance de couture, en inflammabilité, en cahier des charges de production, nous imposent aujourd'hui d'acheter des matières spécifiques à leur fabrication. 照法国法律的规定，只要符合比例重要制定伫法国进行，就算原料是进口的，嘛会当拍法国制造的标签。做吉祥物的福利吉其实只是一个帽仔的造型，但是却常常对地咧出现，两只脚一支换作鸡脚，代表同一年参加帕运的选手。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 民进党12正式提名赖清德做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那国民党是还未定案。国民党的秘书长黄健庭早起有讲到，目前党内势力上明显的就是侯友宜。不过下晡搁再讲，这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也是考虑人选。伊也强调讲，无论是最后提名啥人，拢是爱团结的。 Thank you very much. 推广友善骑铁马的环境，新北市长侯友宜13甲世界自行车发起人见面，针对党内咧讨论2024年总统大选，国民党团总召集人詹明总讲，上强的就是侯友宜，建议党中央爱赶紧定调。党秘书长黄健庭13早起讲，目前党内态势明显就是侯友宜，不过下晡搁改喙讲，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嘛是考虑的人选。 现在是新北市，也是全国最大城市的市长，我会全力的关注，竭尽所能，为这一块土地做最大的贡献。党有他的一个杰作跟规划，我们一切尊重党的规划，大家团结一心，共同面对。在这个阶段，绝对不要非谁不投，非谁不投。不管国民党最后提名的。 是侯市长或者是郭董事长，我们都要能够团结一致，才有可能胜选。侯友宜表示，面对困难的挑战，拢会全力拼落。针对新北市南洋议员，想要甲总质询为6月份提早到4月底，协助侯友宜赶下赴5月份定调。伊讲尊重议程的安排。那郭台铭已经去日本参访，伊伫人面前讲，台日共同建立完整的产业技术创新人才中心，而且讲有意来互台湾的经济向前行。 展现参选的企图心，当选加油，是不是？好，副总统赖清德正式获提名做民进党总统参选人。头一个公布行程是视察桃园病院新屋分院，关心附近的患者，民众是真支持。现场一直发动选，赖清德讲，中央甲地方爱合作，针对偏向医疗、甲人口老化等等的问题，爱有政策来解决。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如此。 即便是科技再发达，工商再进步，农业还是最重要的，因为民以食为天呐。确定总统的竞选了后，民进党启动选战模式，信赖后援会15会伫台南举行成立大会。赖清德16会亲身出席宜兰场，嘛甲地方拼选战的团队组织起来。其
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上任超过3个月，13头一届去到市议会进行施政报告，这市议员也送物件甲口说。不过蒋万安是提出政策来回应，强调市府团队拢有在用心，而且会加强每一个局处之间的合作。很好，平常心。台北市议会昨日开议，台北市长蒋万安13头一摆去市议会备询，那六位议员也拢送见面礼，上演另类攻防大战。当选靠阿公，市政不用功。民进党团结帮啊批评市政调查尾，市府需要提起精神。民众党是送前北市副市长黄珊珊的市政白皮书，爱蒋万安赶紧保市政。国民党团送议会甲老虎鸭子饮料，毋望蒋市府团队为市民做副做尾。那进前自称讲师的北市议员王世坚也特别送礼物。我担任讲师，对你上的第一堂课，送你的第一份礼物，就是一只螺丝起子，提醒你要做好市政的第一步，就是拴紧螺丝。蒋市府就任超过3个月，头一摆到议会进行施政报告。整理政策推动，包括多建5钱、加速多建建设、三桥奖励甲私立幼儿园的补助等，拢是市府团队用心落实的政策。杨哥也讲，跨局处欢向联系，有望爱加强。上任第110天最难的部分，你觉得又是什么？现在台北市面临的很多挑战以及政策的推动，这一部分我会再请市府团队来加强跨局处横向联系，以及在很多政策沟通宣传上面，让市民真的感受到市府团队的用心。另外，议员也针对蒋万安选前捌提出的中正纪念堂转型做台湾建设纪念馆概念，问伊时程表。蒋万安表示，中正纪念堂改建问题属于中央集权，有需要台北市政府配合的部分，也会尽力协助。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进前通过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的修正草案，希望透过立法来淡化一寡票烦恼。不过，今仔日第一场公听会顶头，消基会就建议讲，代替人排队买物件去病院，代替人挂号行为，若准有趁钱正，拢爱甲因罚。就立委希望会当参考日本的做法，定出专法来处理这款他关价票烦恼。网络顶不时有共台北出名2连锁的消息。给民众高官先去排队的时间，帮忙买蛋买不二家，你可能加个50、100，可能还好。对，我觉得是比例上面的问题。演唱会那个都是多，可能5000或是1万块，这种就是太夸张了。很多人在做代购啦，所以我觉得不至于到卖的太夸张的价格，因为一定会有人比他卖的便宜。那他如果他代购的货卖不出去的话，一样也是他自己会亏啊。民众讲台北赚的是小可钱，要过演唱会乌市票，哪里抢钱？消基会讲，目前修法甲黄牛行为分散立法，黄牛票无应该限定56体育票券，主张不管是代买也是便宜代挂号，只要是有盈利有趁钱，就应该拢爱发。消基会是建议只要是有加价出售的意图，而且把这个票券上网来陈列贩售，这样子就加以处罚。亲像日本为了因应东京奥运2018年通过专法。规范体育艺文黄牛，民众只要有证据，检举票券是黄牛买卖，就会列作无效票。黄牛相当判1年，也是罚100万日票。国家是可以思考，我们需要一部完整的黄牛的专法，因应各类的黄牛，交通票证的黄牛、艺文的黄牛、体育赛会的黄牛，从社违法到文创法这个立法，我想已经相当程度的改善。司法机关它在过去无法可依，就是它过去其实是没有定罪它的裁量的工具。为了处理黄牛票现象，行政院日前通过文创法修正草案，希望对黄牛相当罚票券计小50倍，考量专法的立法时效性。文化部建议成立文创法规范演唱会黄牛。因若体育比赛黄牛，体育署嘛想要伫运产条例增加条文修法规范。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白猪占咱台湾猪肉市场大概有9成，最近因为这国际黄豆马等饲料的原料的这个成本变悬，而且一直的起价，连带影响到这猪的价销。等到是食品的乌猪价销较无受到这饲料成本的影响。对业者呼吁政府讲也爱重视推广，或者乌猪的养殖有更较好的政策。甲乌猪肉真好吃，甲毛龟仔年放伫饭店馆。香港的好料理就完成啊！
台湾乌猪仔因为产量少，饲的时间是肉猪的2倍。最近平均客销拢伫1公斤85至90块，英国平均客销嘛比肉猪较贵。最近真罕见，算是比肉猪较俗啊。白猪肉的价格波动以往都是比较大的，大涨大跌啦。因为我们台湾的饲养的成本都受到国际原料的波动嘛，只要是我们进口的原料成本增加的话，那就要反映在售价上面。反而真熟手伫切猪肉。肉猪占猪肉市场差不多90%，不过最近影响国际黄豆仔、甲麦仔等等的饲料成本加悬来起价，连带有关整体平均价销，顶礼拜毛猪1公斤差不多100块迄卡头，这礼拜一开始逐工降价，13是88.95块，不过是落无真济，因若本土的乌猪肉大部分拢是食喷，所以价销较袂受到影响。黑猪肉的肉质跟那个还是不一样啊！很多客人来这边吃料理，他就是看到我们是黑猪肉，然后他这样很有兴趣的，就赶快进来尝试看看。乌猪肉因为肉质较油，最近这几年有袂少市场的人客。业者表示，英国民众对用喷饲猪较会有疑虑，即马配合农委会，甲喷过行过，而且加强防疫了后，乌猪仔颠倒会当斗3工，甲喷消化掉，成做循环经济的一部分。伫饲料成本加悬的情形之下，政府若是会当推广较重视，卖当对粮食安全有帮助，而且分散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定定听人讲，这牛脚牛内肉，这上面敢真正无好货咧。这台东大学校内自助餐，互学生嫌讲伤过贵，讲这食一顿上无爱100块以上。经过学生反映了后，和学校去关心，这甲这介绍降登去进前，引起外界的议论。真侪大学内面的这学生餐厅，拢是俗价的犹太这学生囡仔。不过即马这万项物件拢伫咧起价，厂商确实有经营成本的压力。那以这代和代数代来讲，厂商若是要起价，爱先甲学校申请，同意了后才当起。中昼12点半，台的区同学甲柯同学，在伫第一学生活动中心外口食饭，两人所捧的是较多为学生餐厅自助餐所点的菜。有鸡腿、蒸蛋、一碗饭、高丽菜、洋葱，然后海带。柯同学140菜一碗白饭，爱100块。区同学食量较大，想要食啥物当然啥物，肉计2种，配菜只少2样，100公克17块，称落来130块。在外面吃真要吃饱，大概就200、250吧，这样子学校就130，很便宜，刚好。大概吃4天吧。台台伫台北的校区，大多数拢有学生餐厅，由学校通报给业者，搁由业者去招商帮学生讲，自助餐真实惠，价销无贵。附近的大科大也是安尼，有时阵会走去食。如果大一的话，离台科大宿舍比较近，就台科大的学餐也蛮不错的。同款是台湾大学系统的大师大校内自助餐受疫情冲击，去年收起来，改由别个业者来做。总务长李鸿生讲，实在起、电起、人事成本也起，学生餐厅介绍淡薄条当地发生，也毋过气候无一定比外口悬。厂商确实要正式来函跟师大申请，我们的涨幅未必比外面高。所以我们通常会同意，否则厂商做不下去，那学生仍然是没有饭吃。李鸿生指出，毕竟是学校餐厅，爱顾到学生经济能力。招商甲签约的时会强调基本需求，像面档有150块的牛肉面，也有60块的阳春面。那大师大甲大代表示，厂商伫合约期间，因为原物料起有调整产品介绍的需求，拢需要向学校提出申请，以相关资料起价敢是合理，综合评估了后，学校才会决定敢是同意。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宣布，这国中小学生的营养午餐对112年开始，这新的学期开始呢，国小一顿对40调整到50块，国中是调整到55块。这费用一半由家长来出，一半由市政府补助。安尼生单年差不多要增加5000万的意思。中昼时间，学生欢喜在食营养午餐，不过刷落去对新的学期开始，新竹市的营养午餐介绍。就准备要起价啊！国小每一顿对原底40调整变50，国中是调整到55块。
算一算，其实一个学期要加蛮多钱的。如果说这些钱真的能够让小朋友吃得比较好，那就算了。可是家长会担心说，加钱会不会还是吃的一样？这可能就会比较让家长担心。希望以孩子的营养午餐是要能够真的吃的营养、吃得好为基准点。那后续的话，我们会持续再去进行一些相关的营养午餐供餐的厂商在这个质量上面的一个监督。也希望说未来在这个更多的家长跟孩子们的回馈互动之后，我们能够让新竹市的营养午餐可以更好。照安尼算，新的学期家长一年爱增加1000通块的支出。新北市议会民进党团是提出质疑，新的政策除了拢无参家长讨论过，而且计算计算方式嘛拢无公布。到底是怎么样计算出来的？每年应该要增加这么多经费，那增加的这些营养午餐的经费的，到底多少比例是用在餐食上，多少比例是用在业者的这个营销费用哦？党团支持这个营养午餐加价这样一个政策，但是对于整个讨论的过程、征询的过程，还有授权各校可以自由定这个餐费这样的一个决策，我们是并不认同。市府指出，主要是希望让学生除了吃好，嘛会吃健康，佮加上原料起价，才会决定调整营养午餐的费用。另外，针对经济弱势学生的费用是全部补助。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嘉义阿里山的这个春仔地，伫清明过后，差不多开始要满地啊。不过这阵啊欠雨水，这地远个无水通压，地树是袂发硬，甚至开始打冷气。地农就咧烦恼讲，今年产量可能会减5成以上。一边乌一边青，同款的地形地层煞无共蓄水。地农讲，较青的部分是因为有用湿地来护水，乌的部分都是真正欠水的所在。这都是有发芽起来，像这你看。伊规丛安尼就拢无发，即摆就是无法度个生长，可能爱看较慢去，看伊会个吐起来无。像你看这吐起来嘛是拢无讲足水的。嘉义县的春地清明过后就会当来采收，但是今年到今也是无水，地农损失真大。嘉义县大阿里山地区1800公顷的地形，目前受影响的都500公顷左右。根据各乡镇公所的勘查回报那整个茶区受损的状况至少减产40%以上。地农讲，会当挽的地品质嘛无讲介好，为了减少损失，毋是无挽，就是提去做发酵的红茶。农业处表示，已经开放地农申请补助，如果符合标准，1公顷是550，希望减少地农的损失。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带观众朋友来去看好山好水出好歌的这个新北市石碇啊，这个所在阿公妈妈真侪人拢会晓念这小报歌，两个人互相对唱的方式，这就是小报歌的形式。这本书学者林金城一直有伫记录，希望这款古早版地时阵男女小报做纪念的歌谣，会当继续推广流传落去。听起来亲像客家山歌，这合作小报歌，时代上课唔单单对咧唱，嘛回忆因过情景。迄个60、70年前的记的物件吼，到即摆吼，伊个原封不动个念互你听呢。本书甲作者林金城讲，小报歌嘛叫做满地歌，通常是男女拿作诗拿手来做伎娘，以一句7字的4句联表现，继续甲歌戏歌册共款。有80多岁阿嬷对嘴就通唱出少年时伫空场食头路唱的小报歌。歹命阿哥着趁食。歹命阿娘着刹车，阮就刹车。头前2句会写景，后壁迄2句是写情嘛吼，用4句来讲你的心情安尼，还是讲你的看法。林金城讲，因为歌谣拢是口传，伊自早年开始就以新北为主，写过几若本的地区的小报歌，前年甲旧年嘛，阁完成2本，而且用文字影像等等甲记录落来，希望通传承这个风俗文化。这是老一辈子的一个文化，那现在在我们这个年轻的人，有希望更多的年轻人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传承。咱这个文化资产吼，爱互伊吼重新再看，互伊活起来无。林金城表示，伊发现若无赶紧做，老一辈凋零会加速文化流失。即马就是哪推广哪做，让少年辈嘛通知影。记者陈立小凯新北采访报道。
伫纽约百老汇做上届久的音乐剧、歌剧、美影呢，受到疫情影响，演35年了后，这礼拜特别收起来啊。有真侪观众朋友趁这机会，过去欣赏一届，也真侪一直配合真久的演员也讲，这收起来是真唔甘。 小可恐怖的剧情，正水舞台含服装设计。歌剧鬼影这出舞台剧是小纽约的百老汇35档，但是疫情开始了后，就一直了钱。这出戏第一礼拜下半上尾一届，最后一边化妆一边接受访问的男主角是真唔甘。And now that we've gotten to the last week, every moment is precious, to be honest. 已经唔知影伫偌济暗暝替这出剧在伴奏的小提琴手，我讲敢若离开厝去外口读大学遐尼艰苦。 I can say without a doubt, I will be crying. I don't think there's any way I'll keep a dry eye at that point. It's just hard to imagine that I won't be playing it again. 另外已经替这出舞台剧奉献35档的电工师傅，嘛讲后摆无法度阁看到观众哪头哪离开的形象。Watching them leave crying all the time and great emotions always. That's been the highest part. But then that's why we do it, yeah? 歌剧鬼影是安德鲁·洛伊·韦伯经典的音乐剧，是对法国的作家卡斯顿·勒胡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是咧讲一个用面暗、甲伊真歹的面扎起来音乐天才，一直伫巴黎歌剧院替心爱的女观音克里斯汀来创作乐曲，落尾变作3个人的恋情的故事。这出戏1988年开始就伫百老汇固定咧播，35档内已经有13700场。即马听讲要结束啊，真侪观众拢赶来看。 That my mom loved it so much, and it was her special show. So we're coming here in her honor. 第16上尾场，即天嘛按算会有真侪有名的人到场。这出百老汇上长寿的音乐剧，以后嘛会予剧迷永远去怀念。我是新闻张慧敏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 吉兰到新竹对20度到31度，苗栗到云林对20度到31度，嘉义到屏东对20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9度到30度。 平湖金门马祖对16度到27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伫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